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谢谢，欢迎大家来到这场特别的音乐盛宴——桃花源民族交响音乐会。我是主持人 Kelly， 我是宝儿。那么今晚我们将共同踏上一次音乐之旅，聆听桃源之音，共谱民族乐章。桃花源是一个充满神秘与美好的地方，在无数文人墨客的笔下，它是理想国度的象征。那今晚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场音乐盛宴，把大家带入到一个心灵的桃花源，去感受那份宁静和美好。是的，在这里我们不仅将欣赏到由美国中华国乐团和台湾桃园市国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民族经典乐曲，还将聆听到那些充满地域特色的古韵戏腔。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代表我们今晚所有的演职人员，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莅临现场各位尊贵的来宾，他们是国会议员赵美心代表，加州众议员方树强代表，加州财务长马世云代表贺乔治，加州洛杉矶郡郡长代表吴中国 ，West Covina 市长吴同怀。欢迎，欢迎，欢迎！钻石巴士议员邓家泰和夫人 Teresa Lee，Welcome，Welcome。圣盖博士议员丁延瑜，欢迎。核桃市市长伍立伦及夫人，欢迎两位，欢迎。蒙特利市前市长、美国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总商会林达坚博士，欢迎您！欢迎！以及来自台湾桃园市国乐团的团长林子玉，欢迎！欢迎！欢迎！以及我们要隆重的欢迎国际普行弦乐会创会会长 Alice 黄，以及南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Helena Song。以及香港启能投资有限公司谢丹丹董事长 ，Campus 的总裁高阳总裁，以及德远融投 CEO 张乐敏，中美电影节主席苏燕涛携夫人苏林淑婷女士，欢迎两位，欢迎南加州著名的侨领张素九大姐。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张勇，荣誉主席陈惠碧，共同主席徐成武，理事长江丰年，监事长赵玲，以及执行长林连连，欢迎你们！我们还要欢迎中美非遗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会长王雪，以及欢迎您南方航空北美营销中心销售总监 Daniel 曹宇，以及新力教育温迪校长，欢迎欢迎！再来，我们还要隆重的感恩美国慈济出席共善。共襄盛举，再次的感谢大家，谢谢。那我们也希望今晚的音乐会呢，能为大家带来愉悦和感动。这份记忆也能够像桃花源的景色一般，常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太棒了！那么现在，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开启这一场桃花源般的音乐之旅吧。有请国际知名指挥瞿春泉带来民族管弦乐《花好月圆》，有请，有请。
听到的这一曲《春风送桃园》是徐春泉指挥于2016年为庆贺桃园市国乐团所创作的曲目。桃园市国乐团的诞生，不只让年轻音乐家有展现梦想的舞台，也为台湾的音乐界注入了一股清晰的风格。桃园市国乐团的成立所孕育出来的音乐风，就像春风吹拂大地，带来绿意与生机。再次的掌声给他们。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曲目是《阳明春晓》，原名《三月桃花》，是一首绑笛的独奏曲。内容描写春天的阳明山优美的风景和游人欢乐的心情。由于它的片段曾作为中华电视公司国语文教学的节目《每日一字》的主题曲，因此成为台湾人最耳熟能详的国乐乐曲之一。本曲目还曾被选入20世纪华人经典的作品。有请桃园市国乐团青年笛子演奏家黄瑜君。
欢快的邦迪表演之后呢，我们要请出的是评弹名家王建新先生以及越剧名家巫素菲老师。两位名家的携手表演将为我们呈现出评弹与流行乐融合的魅力所在。同时，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指挥家屈春泉先生，掌声有请。明月几时圆，把酒分千人听。飞云散，明月照人来，都有来我今朝醉，轻轻是大有呀溪水。飞云散，明月照人来，今朝醉，今朝醉，我欲乘风归去，明月照人唯恐琼楼玉宇，有呀溪水。
冰地谢谢两位大师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台湾市国乐团青年古筝演奏家李念云，为我们带来古筝协奏曲《云商诉》。这首乐曲的旋律深情婉转，再加上古筝清丽的音色和乐队的配器交相辉映，将为我们大家勾勒出一幅充满诗情的画卷。掌声有请。
京剧啊，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国粹，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首届中国京剧大奖赛金奖的获得者，著名京剧大师关素双老师的弟子乔丽老师，以及来自中国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家张顺祥老师，以及我们美国中华国乐团的常任指挥邢长江先生，共同为我们带来京剧《大唐贵妃梨花颂》，有请。
昆曲的美啊，是可以在任何一个瞬间被定格的。它的美在服装，在仪态，在唱腔，在唱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原北京北方昆曲剧院的贾永红老师，为我们带来昆曲表演《牡丹亭游园》，有请。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乐曲《龙腾虎跃》，它以其激昂的节奏、震撼的鼓声，展现了龙与虎的威猛气魄，象征着力量的迸发，激励着我们的热血和激情。是的，龙腾虎跃不仅传递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更表现出了奋勇向前的坚定信念。让我们在这铿锵有力的鼓声中，感受那一份激昂的力量跟无畏的勇气。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的是桃园市国乐团的打击乐首席萧一帆，以及上海民族乐团的打击乐首席周乐嘉，为我们一起来奏响《龙腾虎跃》，有请。
的是一首极具特色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京韵情缘》。它是由我们美国中华国乐团的邢长江指挥亲自为本场音乐会作曲的。邢指挥呢，希望通过与桃园市国乐团的共同演奏，来弘扬中国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是的，那么《京韵情缘》呢，不仅呢是一首旋律优美的乐曲，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合作演出，更是一座连接两岸三地的音乐文化与美国之间的桥梁，象征着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与传承。那么有请美国中华国乐团指挥邢长江以及金胡领奏张顺祥。
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海外越剧王派的传承人邬素菲女士老师为我们带来越剧表演《虞美人》，一句话胜过千万言，有请。一
这么长时间沉淀的越剧深厚的功底理解，呈现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我们的观众真的是有眼福有耳福啊！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在场的观众，感谢你们的支持，很好哎，在这个舞台上，我此刻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特别是我感谢我的同学特别从上海飞过来支持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感谢我的同学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越剧的臂牌传承人丁小蛙，谢谢您啊，丁老师您好，丁老师您好，丁老师也是越剧名家呀。对，今天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丁老师给我们现场清唱一段越剧可否？不知道我们洛杉矶的观众是不是有耳福？我想我们应该用掌声再次请他上台，谢谢。小蛙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没准备，但是心情非常激动。真的久别了，我的老同学。首先啊，我真的感恩我们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和嘉宾们，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传承杯。今天的音乐会，桃花源音乐会，还有特别感谢舞台上的演奏家和艺术家们，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高大上艺术的盛典，让我真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在下面心情非常激动，我也是，真的很激动。同学，你的策划还有演出是不是特别成功啊？大家掌声献给我的老同学。我觉得请小蛙来给我们现场献一段吧，好不好？那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毕派的经典唱段《三笑》，祝大家笑口常开，吉祥如意。请看
我们要继续的来欣赏台湾桃园市国乐团为我们演奏的《江南好》以及《天山之春》，掌声有请。
为你打开的市场，请快去去忙一忙，那被人遗忘的过里，才会的水有光。所以啊，今朝是千古同路上，这场已经为什么明媚晨光呀？小唱呀，小唱。小丫，thank you，谢谢。为你打开市场。请快去忙一忙，那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才会的水有光。所以啊，今朝是。这场已经为什么明媚晨光呀，小唱呀，小唱。谢谢大家，谢谢。还要听啊？好，等一下我再出来唱，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的是昆剧《西游记》借扇滚绣球，是一段精彩的昆曲选段。铁扇公主由原上海昆剧团演员、上海戏曲学校昆曲表演专业教师纪晓玲扮演，请欣赏欢迎纪老师，掌声有请。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嘉宾呢，其实已经出场过好几次了，但我必须再次的隆重的介绍他，因为他实在是大名鼎鼎。他就是来自中国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家张顺祥老师，他同时也是电视剧《大宅门》里的京胡演奏者。张老师即将演奏的这首乐曲《普天乐》是在北京申奥时应张艺谋导演之邀而创作的。今天呢，张老师将协同他的儿子这个一起来演奏此曲。这个从7岁时就跟随他的父亲一起学习京胡，如今呢已经15岁了，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同时，这个也是第7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杰出传承奖的获得者，这也是一种艺术的传承嘛。让我们掌声有请2位以及我们的指挥家邢长江先生，有请。
今天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呢，可以说是表演嘉宾云集，各具特色，精彩纷呈。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来的是本场音乐会的高光时刻了。我们要请出的同样是来自中国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荀派花旦管波老师，为我们带来京剧《国色天香》，掌声有请。
桃花源虽好，终须离别。但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民乐的魅力将永远的留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是的，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乐声当中呢，桃花源民族交响音乐会也渐入了尾声。愿我们心中常驻音乐的美好与和谐，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聚。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指挥屈春泉先生，指挥邢长江老师，来自台湾的笛子演奏家黄瑜君，古筝演奏家李念云小姐，打击乐演奏家肖一帆先生，上海民族乐团的打击乐首席演奏家周乐嘉先生。同时，让我们掌声有请乔丽老师、王建新老师、贾永红老师、巫素菲老师、纪晓玲老师、张顺祥老师、管波老师登台，有请。有请。哇！最后呢，让我们在晚安曲中说声再见，道声晚安。谢谢各位，谢谢，感谢各位，谢谢。把我的美好已虔诚，珍惜今宵的人生。愿你走进甜甜的梦乡，祝你